作為巡禮藝術節最後亦都係最大嘅一個項目，必須要結合各個社會服務部單位。但係幼兒、兒童、青年、家長、長者唔同嘅年齡層都有佢哋嘅長處同埋特性。如果只係拼湊嘅話，演出嘅藝術性必然大打折扣。誠然，如果只係一個大堆頭嘅嘉年華匯演，到場支持嘅觀眾同埋嘉賓，最終都只會係以同情同埋鼓勵嘅態度到來。呢個並唔係我哋嘅初衷。我哋希望今次嘅音樂劇可以令到所有人得益，不論係參演嘅台前幕後，定抑或係觀眾，都能夠體會到劇嘅魔力。因此，音樂劇嘅藝術性同埋專業度係我哋最看重嘅。我哋要製作出一個由3歲到100歲都有共鳴嘅故事，就必定要取材自於真實生活所發生嘅事。我哋揀選咗青年義工去到老人院嘅故事作為起點。老藝術家睇唔起 AI 生成嘅藝術作品，帶出乜嘢係藝術嘅主題。透過兩代人嘅價值碰撞，回顧唔同年代嘅經典歌曲，呢條主線我哋交俾專業演員帶我哋去入戲，一切都喺情理之中。而令到觀眾感到意料之外嘅，就交俾我哋各個單位嘅表演者完成。佢哋嘅素人感與觀眾無異，最大嘅分別係佢哋站喺舞台上面發光發亮。不論係 K3 學生嘅整齊舞蹈，兒童高難度嘅街舞動作，84歲同你唱首語歌，總歲數加埋3000歲以上嘅表演，呢啲都係專業劇團唔願意睇到嘅，因為實在太難控制啦。不過我哋做到啦，一個老少咸宜、揚長補短、雅俗共賞嘅劇本，一次絕妙嘅平衡，成就咗呢一個獨一無二嘅我歌你劇音樂劇。